台湾甲日本两位做模型的大师，对1月13开始要伫咧高雄展览因的微型人生，甲因囡仔时代记忆全部缩小，变做是幼路的模型创作。其中还佫疫情指挥中心的缩小版本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现场，这是台湾人这2冬真熟悉的场面。不过，这其实是缩小20倍的模型。这些桌子啊、椅子啊，完全都是模拟我所收集到的现场的照片。佮有一件甲修理真表的店头缩小放伫个八角挂钟内底，手路真优秀。这拢是地方店上新的作品。这个展览是地方店甲日本电视冠军模型大师山田道司联手。不管是干妈店、街路，也是夜市仔的鸡排店，佮有另外一区是日本昭和时代的风景甲店头。2位模型大师甲因细汉时的回忆缩小，成做一件一件幼路的作品。最早也是看到日本人他们在玩这种模型，可以把一个商店里面摆放的机器人涂得这么的拟真。那我在很感动之余，就是开始去收集这些资料。地方店本地是设计师6冬前才开始做模型，伊定定甲生活中废弃物摕来做这种有古早味的模型。那如果是纸类的，就去纸箱里面翻一翻。那如果是塑胶，好比说我缺一个杯子，那我就会去找鸡蛋的壳。这个微型人生展是因为疫情延到今年，伫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，互人感受到缩小的世界嘛，真有人情味。记者邓亚文、刘伟做高雄报道。